在疫情的期间，全国的图书馆拢暂停开放。屏东的国立图书馆推出新的服务，图书馆会警册，而且免费寄去民众的厝里。300个名额在2点钟内，全部拢互注文了了。因为太过受欢迎，即嘛县内其他的图书馆嘛按说要推出同款的服务。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的人员无用咧警册，警好的册每一本拢爱先消毒，再放入纸箱内底。这就是图书馆最近推出的服务，规箱的册会先免费寄到民众因兜，互民众踮厝内防疫，有册通看。我们其实在思考，怎么样让把这个图书馆，虽然在闭馆的期间，也有这个图书馆的一个功能哈。我们大家就企划了大概有300箱的这个阅读惊喜箱哈。那我们非常的惊讶，因为在2个小时之内哈就全部登记完成了。因为名额只有300个，图书馆嘛想袂到遮受欢迎。这个阅读惊喜箱，一箱差不多有9本至12本册，拢是这2档出版的。图书馆会根据申请的民众，佮介意什么册，佮会推荐防疫期间上适合的册。这礼拜陆续就会寄到民众厝内。亲子教养、童书以及青少年的书籍，同时以及还有其他的生活风格、推理小说，以及就是西医生活保健的部分。对，这些都是民众喜欢的类型。那总馆屏东目前有21个乡镇的图书馆，后礼拜嘛要推出同款的服务。另外，台南市45位图书馆最近嘛有线顶借册，民众家己来摕，也是寄到厝内的服务，拢是希望民众踮厝内防疫，嘛会当享受阅读。记者陈嘉文、罗维做屏东报道。